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有民众到真有名的连锁品牌旗下的烧肉店来用餐，结果发现这个放青麦滴啊盘的下骹面，一大大的阿渣真太高，用这个担纸今仔去甲抠，佮抠出咗真侪垃圾，互伊当场用要冰白。啊，业者来回释的咯，讲这个滴啊盘平常时拢会洗，因为有夹芳真会卡垃圾，所以上久半年就会来单调换新。这个是员工的疏忽无来换新，会主动甲消费者联络来道歉。汉堡店摕来放青麦铁盘，后壁面是有够太高，旁的所在有白色毛毛的物件，应该是生菇，摕奥斯茉莉来切，咖啡色垃圾的物件拢扣切起来。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，不太适合。为什么？因为怕有影响了食安问题。食饭的民众看到这垃圾的铁盘是饱甲嘴嘛无胃口，民众去甲铺上网指控这间汉堡店是有名的品牌店面。食饭食到一半，发现这底骨子的滴个香乌色的物件掉在顶的，民众若是无看后壁，就唔知影会是这个模样。在我们的单店的一个管理方面，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疏失，说我们固定的是3到半年要去做一次更换。汉堡店的业者讲，放青肉实在铁盘一个100多块，平常时会亲像安尼，囥去洗碗机内底用清洁剂洗，因为芳伤济无好洗，所以上久用半年就换掉。即摆是分店的员工疏忽，袂记哩换，业者会加强提醒训练，卖主动联络当事情给回释的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